第6題，根據右圖，火腿嘅重量係幾多克呢？留意呢一個嘅磅個重量嗰個克度係 kg， 係講緊千克。咁啦，呢度咧0、1係代表1kg， 2係代表2kg， 3係代表3kg。我哋望到咧，佢呢支針咧係未到3kg 嘅。咁啦，即係個數一定係細過3kg 啦。咁即係幾多克咧？好啦，我哋睇下咯喎，2同埋3之間佢哋有幾多格？我哋數啦，1、2、3、4、5， 5格。咁即係話啦，1kg 啦，係有5格嘅。咁啦，每格係代表幾多啊？我哋可以將1kg 就變成1000克先啦。1000克將佢除以5嘅話，我哋就計到每小格就代表200克。佢呢度係第幾格啊？1、2、3、4， 4格。4格嘅話就即係將200克乘以4等於800克啦。呢4格就代表800克，但係佢支針係過咗2嘅，咁你咪將佢加翻2000克落去咯。所以呢一度係等於2800克啦。火腿嘅重量咧就係2800克咁多啦。